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来看到王立强间谍案哦，这个澳洲60 minutes 60分钟，这个主流媒体报道哦，替中国做间谍，这个王立强家己讲过去用假名王强这个号召，到台湾发动媒体甲网络军团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当时阵呢，嘛伫香港哦进行间谍这个工作。嘛讲咧，中国影响到澳洲政府甲议会选举等等哦。中国政府公安局就发布这个信息讲哦，这个王立强是一个逃出去的这个诈欺犯啊，甚至这个中国裁判这文书网络头顶的，嘛会当找到这个资料啊。不过咧，澳洲媒体就伫24号讲哦，王立强只是受访问的时阵，这个化名尔，大家就质疑讲，上好是为着受访者特别编出一个使用这个化名出现伫咧法院的这个判决头顶啦，真正是함果。咱继续来看讲哦，这个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督 Mike Burgess 伊安尼讲咧，伊讲哦，这部播出进程已经积极展开着这个调查，拒绝评论任何具体行动和个人的这个细节啦吼。不过王立强是不是真的间谍吼？大家也咧怀疑，大家也咧谣言，但是论真讲起来，澳洲政府已经表明讲哦，中国透过各种办法渗透因这个澳洲的议会，也是透过网络还是政治人物咯。咱就继续来看讲澳洲地沟新闻台这节目，王立强是安怎讲的？我们对台的工作呢 Taiw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ours. The infiltration into media, temple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渗透工作。专访这查甫人是澳洲地沟新闻台上任期的节目60分钟。主持人提问讲，中国渗透台湾各界目的，是不是就是将总统蔡英文诱落来，互北京较假的候选人当选？伊直接回答讲无毋对。这名伫专访中化名王立强的查甫人，佮标出更较侪内幕，指中国想要互澳洲华裔商人赵普代表墨尔本选区参加今年5月国会大选。拍算提供100万澳币，相当2070多万的新台票资金。本身就是执政党自由党党员的赵普，并无答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反倒倒来将这件代志向澳洲安全情报局举发。无偌久，也就是今年3月，赵普被人发现死伫旅馆的房间内。澳洲政府呼吁唔通先下结论，静待情报甲执法单位调查，也佮强调这敌对外国势力渗透，互政府感觉非常不安。Under our government, the resources have never been stronger, the laws have never been tougher,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been more determined to keep Australians free and safe from foreign interference. 澳洲媒体报道指出，伫专访进前，中国政府就提出大量所谓证据，说明这叫做王立强查甫人伫2016年就被上海法院判决诈欺罪成立。不过60分钟，制作单位表示，王立强这名字只是这人专访用的假名，伊的真实身份从来无伫澳洲公开过。中国为什么伫2019年11月，雄雄出现所谓王立强被判诈欺的法院文件，互人是无傻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哦。第一位咱邀请到台湾战略学会研究员苏志云。主持人大家好，大家晚安。第二位咱邀请到师大东亚所副教授林宪参。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第三位咱邀请到铜锣湾册店店长林永基，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各位台湾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台大自工系教授高成炎。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咱要讨论到这回这个间谍案吼，对台湾这个影响应该是真大啦吼。尤其选举要到，有当时人咧想讲，为什么是这时阵要甲逼出来吼？大家就讨论讲，到底这个间谍案是真的也是假啦吼？咱先请咱的研究员来讲，可能有淡薄仔真，但是嘛有淡薄仔有疑虑的这个所在是伫倒位啦吼。咱先看以早一寡案例吼，讲有一个叫做罗恒德的小将，伊伫台湾国军内底是叫做正的间谍，吼，搁有伫总统府内底嘛有掠过间谍，吼，所以这边的这个间谍案，咱看起来是安尼啦，就是为什么第一讲是啥？这个时阵，咱会记顶边有开讲有讲过，讲迄个所罗门甲迄个基里巴斯甲台湾断交的代志嘛，吼，迄阵就互澳洲吼，就做未烦，就做烦恼的吼，讲中国要甲伊的势力，吼。对于澳洲外口这些赌事要甲围起来，最近这2礼拜，佫有一个代志，叫做伫迄个
不甘维尔这个都市，中国嘛想要甲买起来，当做一个港口。啊，还有迄个所罗门伊一个土耳其这个小岛嘛是共款。拢伫咧这个月内底。啊，咱看这边这个王立强这个间谍案，谁伫咧这个时阵搏起来，就是讲澳洲已经感觉到对内底啊个外口，中国拢甲威胁到伊个国家安全。所以讲，咱会让合理的来看，就是对所有的情报的迄个作业内底来看，情报作业第一个上重要就是单线，第二有设定一寡迄个点伫咧吼，长点伫个吼。这个部分就是讲，伊要保护伊的所谓情报的迄个作业伫个啦吼。啊，像澳洲这边要甲这个来投诚的这个王立强吼就媒体甲这个代志讲出来，是，就是讲要互在人去知影讲澳洲伊嘛是有一寡防卫的啦，吼，啊嘛是一寡警告，尤其是这包括一寡产业界，讲你的公司啦、你的企业啦，吼，就是去中国用这个收买方法，甲你的技术，吼，也是甲你的一寡秘密，拢送互迄个解放军。咱会使安尼看，就是对这间叫做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伊对2002年开始，咱甲了解，伊伫咧迄阵2002年开始设立的时阵，吼，有一寡董事啦。一个董事叫做王庆武先生，这个是伊的介绍是讲，伊早伫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这个公司，啊，另外一个叫做林天顺，伊早嘛是伫中国的解放军内底工作，啊，再参与这个公司内，啊，咱看即摆这边这个因的迄个总裁叫做这个负责人，因某因夫人叫做江青，这个女士，伊嘛是中国什么国防科技资讯中心的公司的人，等于是这个公司过去就是做军事科技这个买卖的。伊的设立的目的足清楚的，就是美国迄个副总统彭斯伊讲的，就是中国一直用这企业的手段，来买这西方的这先进的科技，讲啊，阮是民用的啦，啊，等是要转型迄个军用的，这就是款。渗透，啊，第二个，咱会当看讲这边甲以前间谍案对台湾间谍案较无共款，就是媒体，啊个网络的渗透，伊就是放一寡假消息啦，啊，这嘛毋是咱家己讲的嘛，就是欧洲嘛咧，甲咱警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伊有一个教授做一个研究，伫咧2017年的时阵，因就看到讲中国有超200几万的这个假。迄个网络用户的迄个名，啊，拢对台湾迄个进行一寡迄个渗透，所以这个代志已经是事实啦。啊，这边王立强伊个特别强调，有对公庙呢，公庙嘛，甲咧渗透呢，啊，这个代志就是讲，以早拢是讲有人咧怀疑，啊，这边对这个王立强深说伊家己亲嘴讲出来，啊，咱知影，就是讲所有的这个经报作业吼。伊即马澳洲即个经报组织的负责人，伊嘛出来讲啊，即个代志其实伊袂讲全部拢甲你，互你知啦吼。迄个细节伊袂讲出来，因澳洲后壁迄个反经报的迄个组织嘛，我爱有一寡处理，所以这边去60分钟即个节目，来甲你讲出来，这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迄个保护伊其他的迄后壁要反情报的迄个作业。就是因有这个考量在咧啦吼，就是讲有当时啊是个这个保护这个当事人，所以我所讲的也佫有保留在咧啦吼，互因这个后摆这个反情报的。我会补充一点吼，迄个大家参考就是，咱们这个事件发生，这个北康了吼，是11月23号嘛吼，啊，咱看美国伫咧11月2号吼，伊伫咧美国本土抓到一个间谍，伊是美国的迄个现役的海军呢，海军的这个。中国级的迄个军官，就是讲华裔，啊，美国级的这个军官，伊甲因某做伙，就是甲一寡军事的装备卖互中国的公司。咱看就是甲这个公司，即马这边遮北康这个中国创新投资这个公司共款嘛，就是咱拄仔讲的，中国拢用一寡企业，也是讲迄个商业的手段，去甲
其他国家买一寡军事的装备，啊，当作讲啊，伫香港啦，啊，再转去迄个中国去，是，即个侪代志，咱等下咱个讲。哦呀，咱先来讲到这个老师头都有讲到啦，就是讲中国甲这个澳洲啦吼，其实有这个真大这个牵连伫啦吼。过去可能会因为这个战略这个因素，头拄仔无讲到，过去咱咧讲这个所罗门群岛甲咱断外交的时阵，这就是这个中国直直要摕落来遮吼。啊，中国即回咧过去佫要影响因这个议会这个选举，等等这个原因啦吼。啊，才有这个物件好拄好安尼逼起来吼。啊，咱要继续来先看讲这个王立强吼，伊这个60分钟头顶，咱有做一下这个整理啦吼，就是讲吼爱建立到这个陆军啊、海军啊、空军啊，全面来攻击到这个台湾这个选举的这部分。陆军的这个部分是啥呢？透过金钱哦，组织到这个中国学生、香港的学生，也是这个观光团哦，来对这个台湾的学校，甚至是公庙哦，来进行统战哦，为亲中这候选人来徛台啦。海军的部分呢是讲哦，直接吼，甲候选人捐钱互伊啦吼。上这个著名的就是讲哦，真侪拢是对海外。这个捐入来这钱哦，直接互这个台湾的这个候选人，咱就是讲吼，有这个比如讲有这个香港以海外这个名义，捐钱都有2000多万的这个人民票啦吼。啊，咱看到空军的这个部分哦，有人讲吼，伊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哦，资助台湾的网络公司甲这个媒体啦吼，甲咱媒体公司就占差不多15亿的这人民票，安尼算起来就差不多要60亿的这代票吼。啊，咱看到这个2018年呢，伊讲的哦，9合一的这选举内底第3地哦。建立了20多万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口罩，甲这个攻击民进党啊吼，咱阁看到今年这个5月时阵，伊阁讲哦，伊都摕到这个南韩这个护照，从命令哦，伫咧台北进行实地这个行动来影响到2020年的总统选举，目的就是要推翻总统蔡英文。咱阁讲啦，这个监察案伊讲的到底是真还是假啦？有影响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也无？咱看到这个咱这林教授啦吼，伫这个媒体头顶嘛有讲到可疑的这个所在啦，可疑的真侪这个所在，你感觉可疑的所在，假的部分是倒位咧？啊，咱这个吼，要判断伊是真的啊假吼，我是对伊的身份来看，我一般收集收集情报啊，你要有迄种路线，啊，你有这个条件，比如讲我对网络高科技的技术我唔捌，我去收我再报一件重要情报起来啊，啊这看起来都是假的嘛，好，那么咱就看这个身份啊，啊个条件啊，王立强伊几岁人，啊，我才是讲的，咱用媒体所报道的资讯啊，那看，但是呢，看起来伊电视看起来伊是看应用还未30岁，啊，除非伊是 baby face 啊，我看30岁。啊，那么是30岁的程度吼，一般是无可能担任着遐重要的工。核心的这个勘站也无法度，无法度。之前阮调查局，我较早服务调查局是，阮要派海外去啊，长期要咧台湾国内的外勤工一个5年以上，啊，5年以上啊，咱像咱啊，大学毕业做兵啊，咱5年以上咧，啊，个训练去训练所训练，那么长期你嘛因为35、6岁去啊，啊35、6岁去，你派你外口去嘛做细汉的。是。你做啥呢？有影，哪有可能20几通话啊？就迄种遐青爷，啥物情报拢知影。啊嘛，伊讲伊嘛种即种情报，伊拢知啦。啊，表示阿强的情报管理吼，真害，安尼对咱台湾真透动啊，真安全啊。哎，所以我对这个，我是对伊本身啊，那么是讲的内容，我是迟疑，我是无他相信。但是伊毋是是毋是间谍啊？这个。可能有时仔可能性，什么可能性？细汉小咖的啊，一般人呢，你去派出国外的情报员，那么也吸收有迄种工作条件的人来帮忙你。伊可能啊，是去有中国的特务机关去吸收啊，你嘛有啥物重要情报啊？来到报啊，那么到帮忙啊，可能是迄种程度的尔啊。所以你看伊提供迄种情报啊，
报纸拢有啦，无什么没有什么新鲜事，没什么新啊。现在你若讲有哦，特别讲啊，这个陆海空啦，偌济钱啦，啊，迄边啊证明，无法度证明的代志哦。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质疑啊。那么按照伊讲法啊，那么是内容来看是无可能啊。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啊，伊嘛，假如讲伊嘛是有法度掌握到迄种极重要的情报。啊，你澳洲啊，近年来受到阿强的渗透真严重，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啊，修改各种法律。好，啊，有这么一个足重要的阿强的间谍来澳洲投诚。遐那了，地上去要准备一个安全屋 safe house 啊，我们调查局交代所，该保护都好，咱慢慢来问，但慢慢问，你讲啥我听啥啦，唔是啊，把查证一点一点的常理，说真的说假的，讲真的讲假的，是啊，那个再去交叉比对，以及甲看咱起码应收到的情报的内容，甲对的，看真的假的哦，万一真的哦，这真好啊，好了啊。第二呢，人身也人身安全啊保护，伊嘛是真诶掌握遐重要诶情报。啊，你要投诚多亡，阿强个情报伊咁抬啊，暗杀了对。所以说啊，保护好，保护伊人身安全，保护伊提供诶情报，唔通去流出去。万一讲诶，伊甲澳洲情报机关提供什么情报了啊？你讲电你放上头，你放上，那么阿强就知影你王立强摄来我中国什么情报，赶快修补啊！修补伊情报漏洞啊！所以我这点我都以一个曾经担任过反情报工作的人来看，而且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伊对嘛是真正，伊是对澳洲安全单位来讲是宝贝。无可能好你扣着宝啦，扣着宝啦。哪有可能搁互这个阿强知影这个伊所写了这个情报内容，搁互伊机会去修补伊这情报的这个漏网的这个所在啦。是。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到林荣基咱店长啦吼，就是讲过去啦吼，咱先用台语先问一下，咱等下再用华语来请教，就是讲。伊即回嘛有牵涉伫其中啦吼，这个王立强伊伫这个60分钟哦，有讲着吼，讲这个过去伫2015年、2016年发生的这个铜锣湾册店这个白票这个部分啦吼，伊嘛牵涉伫内底，伊佫是有执行的，伊嘛知影即件代志，但是这个林大哥、林店长伊是讲无，伊可能唔知影即件代志，伊可能是听讲尔。林老板，你说他可能是听说，然后仅仅负责监控的部分而已，对不对？其实我们从很多现象，还可以怀疑他是不是他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间谍。比方中国大陆现在公布他的罪名，对吗？他是违法了以前。那为什么会把他的名字都搞错？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很高级的那个间谍，他大陆是一个记录的。那等于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他在大陆有一个编剧里面的，很可能不是，所以他才搞错，这个是从我们的逻辑上去看，是很可能他不是编剧里面的人，所以才发心把名字都搞错，这个第一点。第二个，他举出一些所谓的习近平跟他6个女人的那个书，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那个习近平，然后发生那个绑架的案件。我怀疑他没有看过这个书，因为那个书我看过，其实很糟糕，那个书是想出来的而已，根本就是可以说是编凑出来的一本书。所以从我的看法，他不可能为这种书会发心，把人从泰国、从香港带走，这个很严重的事情。这不应该会发生，也不可能会发生。还有一个就是对方他从来没谈过我们所知道的书店这个事情。是中共中央有一个叫中央专案组来做的一个整个事情一个规划的。是。然后他从来没谈过的话，很可能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等于是他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参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我，还有我跟吕波、江泽民。吕波跟江泽民，我们在深圳一个麒麟山庄，大概是2016年的3月2号吃个晚饭，从来没谈过。然后后来我回去香港，我跟吕波见过2次面，也从来没谈过这个王立强这个。然后莫名其妙，他现在会跑出来。也有很可能是他应该不是积极参与的。他只是做一些监控的。是。比方他人在香港，他可能去过书店，他也知道跟踪过吕波，他什么时候上班下班，他仓库在哪里，怎么安排是有一个所谓的绑架的行为。他是不是有参与？我应该是没有参与的，因为你从他的过去一个出身来讲，他没有受过训练嘛。我们绑架一个人不是随便找几个人去绑架的，他肯定会受过训练。他不是一般人还可以做的。还有他说有5、6个人去绑架吕波，可能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大概是8到9个人，不是5到6个人。从这几方面来讲，他很可能不是很高级了，也没有积极参与。这个大概是他没办法对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解析。还有我们也发现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他刚刚是在澳大利亚见那个陈梅也播出来。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为？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他是不是给那个澳大利亚有一个政治庇护的？如果是有他政治庇护的话，他不可能是公开他的身份出来的，因为要保护他。那现在他要见陈梅，把这个事情公开，他是不是现在等一些还没有受到澳大利亚政府认同他是一个间谍？所以他要公开这个事情，交换一个陈梅有个压力给澳大利亚政府给他一个身份，保护他。这个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去看他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公开。还有一个，我们到现在还想不清楚，为什么他谈那个香港那个给他高级的操控他的人他要按他的命令，那个叫向心那个，对吧？他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在台湾？这嘛是这个疑点嘛，这也是一个疑点存在的哈。向心不可能是。这个时间点太巧了。常常大家在台湾我们过去也发现他来过台湾几次2次嘛，对，没有第3次，这次是第3次。是。那莫名其妙的，他现在公开这个事情，他人也会刚刚在台湾，这么巧。那刚刚好，台湾那个情报组织也知道他在台湾，然后现在不让他出去。然后疑点很多，其实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发生。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写出来。这个一小说才可以，差不多也想不出来，那么凑巧的。那么凑巧。它疑点很多。所以这个林头家咯，伊讲到头拄啊，这个间谍案，这个王立强可能唔是真正的这个间谍啦但是伊有部分可能伊摕到这个疑点，就是讲。过去伫咧这个铜锣湾册店执行这个绑票的人，伊讲王立强的讲法是5至6个人咱讲这个林头家伊是讲8至9个人去进行这个规个这个专案这个部分尤其伊讲执行这个绑票的是这个中央专案组啦这个组织是伊这个王立强内底无讲到的。另外咧，伊就讲这个过去佫有这个习近平含伊这个6个查某的这个册啦伊就是讲伊无看到这本册这个。具体这个内容，就伫媒体头顶讲，所以这个质疑的这个部分伫遮尤其咱讲到这个中国创新投资的这个负责人向心甲景清2个翁仔某，
那会较拄好就伫咧中国，这是这个林头家伊所提出的这个质疑啦吼。继续，咱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就是这个间谍案来讲的这个王立强啦吼，伊讲这个香港中国创新投资这个公司，其实就是中国情报这个机构啦，目的就是要影响咱台湾的这个选举。啊，经济部这个经济部啦，投审会伊就表示讲哦，这间公司伫2016年12月时阵，捌汇1亿申请来台设立公司啦吼，要经营不动产这个买卖，毋过咧有查出这间公司的这个主席向心甲这个经亲哦，因两个人翁仔某咧向中国军方背景哦，嘛有投审会用这违反着国安的这理由，甲因的这个计划来驳回。咱先来看这个新闻报道。24案，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向心和伊的家后景清伫统计场被抓来，北检25透明核信，一直到26个透早，翁仔某两个人被裁定限制出境出海。没有什么政治动作，这是个司法作为，所以检察官执行这个职务都是独立的。因为前一阵一名自称强调的中国男子王立强，透过澳洲媒体透露讲，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其实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经济部投审会透露，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早伫2016年12月，就捌汇入外币差不多1亿个台票，申请伫台湾投资设立中华资本公司，计划经营不动产买卖和租认定业务，并且以香港居民的身份申请，其中包括向心和伊的家后景清、查某囝向主旋一口罩等等。投审会经过4个多月的审查，最后以违反国安的理由驳回申请案。过去在中国的有一些军方的背景，项目是可以，但是我们认为它背景还是有国家的安全的疑虑。因为疑似中国资金的身份，和投审会动落来，煞无断了来台湾投资的意愿。台大教授高成炎伫咧单位上节目就压了，讲2当前伊所经营的地质公司，嘛捌接到向心投资的邀请。当时是要透过我的地热这个项目，那向心是香港籍的哦，那投审会如果用我南洋地热公司的合作的话，它会通过。但是，外界更加关心的是，向心夫妇是中国政治单位的身份。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安单位启动国际情报合作，进行了解。外交部2大回应，台湾愿意和美国、澳洲等地点瓦近的国家继续合作。台湾乐愿与澳洲、美国等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呢，我们共同的来合作，来共同打击这个假讯息的一个攻击。另外，根据周刊的报道，向心夫妇这几年逐个月都来台湾，见拜停留差不多3-4天，而且已经伫台北市信义区买大量的不动产。这个是以医美和健康检查的名义入境，因为强谍案才见光，互检警抓到。专案会朝向违反国家安全法法定组织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就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向心甲景清因两个阿某这个档案，然后咱先看到，咱头拄嘛讲到，因就是这个香港上市这公司哦，中国创新投资甲中国储蓄负责人，咱头拄嘛讲到，因这个有军方的这背景啦吼，啊嘛有买卖伫台湾吼经营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买卖，啊咱看到投审会哦有6大这个理由甲伊驳回哦，尤其咱看到因两个翁仔某的这个背景是有疑虑的吼，尤其这个中国创新公司哦。投资香港太阳创建公司是用军用航空核电的这个专利技术来发电因的这个核心啦吼，甲中国军业吼这个企业关系是真密切的。啊，咱国讲到这个中国创新甲中国储蓄公司哦，伫2010年的时阵，甲中国兵器这个工业集团旗下这个中国东方这个数控公司哦，有签到这个合作意向书。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高教授啦吼，尤其咱讲到伫过去。因为这个向心甲景清两个翁仔某有甲你做过记者，尤其迄当阵你发觉到，因可能这个背景无单纯，所以你甲这个因的合作都甲划停了吼。迄当阵是安怎的情况？实际上是吼，我摕这是伊的名片啦。吼，因来台湾吼是2年前，啊有一个朋友介绍，是吼，因为迄个时阵我伫杀的吼，这个地力公司啊，吼。100МW的地力公司吼，这个环评啊，吼，EPA 吼，拄好通过，是吼，啊环评拄好通过，这是真大的一个代志，所以台湾会当大量来发展地力，所以这个向心因吼，就走去清水公园，宜兰清水公园去看遐的
地热发电的基础。啊，我伫迄个所在24点钟拢有人顾，所以阮顾即个基础的人，就甲我讲有香港人奇奇怪怪安尼，足迄个鬼鬼祟祟，啊，毋知要创啥。啊了以后，过差不多两三礼拜啦，就一个朋友就甲我讲，要甲我介绍即个香港的投资者。尾啊，阮就见面啦，我即迄个昨暗我有去查应该是5月31暗时伫个台北车头附近见过一见面啊了第2届我这名片顶头写的是即个7月的时阵所以见过2届面啦啊讨论的内容就是讲伊有提起讲。因有5亿的即个港币啦，会使来投资台湾啦，投资地热，我甲讲，我即个计划大概要200亿啦。是，你5亿差不多是20亿尔啦，所以我这个大计划你是无够的啦。是，但是咱会使来伫别个所在，亲像总讲高雄的宝来。也是讲台东的金轮、资本，也是别个所在来合作，所以是咧向即个方向咧杀啦。但是尾啊，伫8月的时阵，应该是约好讲要见面，但是尾啊，无见着面，因为因爬来的时阵，本来是咧台北咧等，结果因去抓啥爬。花莲去，因去花莲看地啦，是去花莲看地，尾就听讲因为是即个陈长文这边就退伊讲你就用买地的方式就会使啦，所以要去买迄种大地地，第一插土地嘛，就是符合讲伊第一项第一届迄个公司的物件啦。所以尾啊，我就无继续下去啊。是，咱就看到头拄高教授提供到咱一个名，叫陈中文伊就是即个理律法律事务所的即个执行长啦伊即回嘛帮因做即个法律上的即个咨询即回咱看到即个互即个北检抓去了后，拢是因来负责的咱继续要来讨论就讲到底就是即个。王立强所讲的向心，甲即个经清因两个人，即个翁仔某，甲即件代志，即个监察案，甲即阵台湾即个发展咱头拄仔嘛有讲到，伊有即个真济即个军方即个背景，咱佫讲到，伊即阵是要即个全面渗透啦要到军方直接亲门大户已经来到咱台湾啦，咱台湾爱注意着啥？过去咱有即个德国即个案例啦有推测着啥物即个法案来去甲阻挡，咱台湾即阵咧即个绿营啦即个民进党。时代力量一个台湾基进拢有设这个反渗透法到底是毋是会当帮咱伫这个国安法这个康胖咧？我想是安尼啦咱做一个学者，毋是讲做一个政党不管是立营还是哪营，你用这法律，咱讲看讲这个法敢对？是我先讲一个昨的代志啦，昨菲律宾因就公布着讲菲律宾所有的电厂全国的迄个电网中国一个按钮甲电落拢断去，就会迄个失电呢对。这就是拄仔咱高教授讲的，即个讲你的电厂，还是讲这基础的迄个基本的设施，若是讲叫中国甲你起落伊就甲你控制掉咯。咱即摆讲倒来讲，即个反渗透法的即个代志啦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合作，迄个民主的防卫，还是讲民主的自卫的一个基本的爱做的代志。是，就是讲咱一个民主国家，伊袂使允准着你有啥物主张，讲你爱反民主，你会使介意哪，也是介意，迄拢无要紧。是，就是袂使讲去主张着讲比如讲红的，伊就是一个迄个啥威权的国家嘛，这是不允准的。咱看即个精神，伫德国。基本法内底有伫迄个以色列，即个国家伊嘛伫1985年用着
这共款的精神去改善掉因合作一个基金的迄个政党，叫做凯基党。是。啊，韩国伫2014年，嘛去改善掉因一个基金的党派，叫做统一进步党。就是讲甲迄个北韩，踮遐迄个啥，共款叫北韩渗透的一个政党。啊，咱即马看就是讲。澳洲这边啥来？安尼规个甲公布出来，有两个咱会当观察的。第一是澳洲，因讲，因的规个大学内底有做侪拢是解放军，迄个用别的身份去遐读册啦，啊去遐吸收一寡着迄个澳洲的科技。啊，第二咱观察的就是讲，这边这个王立强先生伊出来讲的这个代志，伊是讲一个。大就是讲代志是啥物，伊去监察着，但是细节伊都无讲。是，这个就是看的，就是讲是迄个巷仔内的人甲讲的。这伊即马公布出来的巷仔内甲讲的，你敢会使点着。啊，第二个就是讲，这个澳洲的这个经部，迄个经部局的局长，嘛出来讲，因知影这个代志，啊嘛有咧发怒。是。啊，尾了澳洲的总理嘛出来讲咧。所以讲，澳洲政府是等于讲来讲到这个代志，因已经是有一寡基本的迄个了解过咯吼。所以唔是讲迄个乌龙蛇都乌白转啊，只是讲有一寡细节爱注意，这细节伊是袂讲出来。这是咱即摆感觉讲，有一寡迄个先辈讲，这可能毋是真的哦。这细节是安尼啦吼。啊，我即摆看是讲，这个王立强先生伊应该是迄个华为啦。那像咱台语讲车手啦。车手。嘿，类似。那像这车手安尼，伊是着帮忙处理这合调的代志，毋是讲伊去执行。讲铜锣湾的册店，伊去讲7个人还是8个人，因为细节伊嘛毋知，伊可能是去合调讲，你这个组织爱安那用安那用，啊，咱甲交代，伊就是一个秘书，一个车手安尼。是，咱继续来看讲这个车手，咱头仔这个志文老师讲的吼，若是形容伊这个角色啦吼，伊到底伊个表什么料？伊其实就嘛表着讲，为着这个要干预着这个澳洲这个选举啦吼，咱看到澳洲议员伊嘛讲吼，这个讲得啊有一个叫做赵坡啦、赵坡，伊嘛是离奇死亡啦吼。同款嘛是这个节目啦吼，这个咱看到这个情报委员会吼，安全委员会这个主席哦 ，Andrew Hastie 啦吼，伊讲这是毋是干那这个利益交换这个问题，而且吼，这是这个外国政府资助这个澳洲公民企图来渗透这个国会啦吼，或者澳洲公民变做是外国的这个代理人然后，互民主制度。即个施加外国这个影响力，啊，咱看到这个赵坡，伊本质伊是这个经营着这个卖这个豪华车啦吼，啊，2015年的时阵加入去澳洲的这个自由党，啊，2019年呢，因为本早伊讲中国要摕100万的这个澳币差不多2200万的这个代票，要互伊参选着这个联邦议员，但是伊就是坚决无要治啦吼，啊，尾啊互发现伫咧死伫这墨尔本一间这个汽车旅馆内底，啊，咱搁看到讲吼，其实咱头段嘛讲着，澳洲情报局这个总监督 Mike Burgess 伊嘛讲吼，已经咧处理这件代志，啊，澳洲民众嘛当放心啦吼，澳洲的这个安全情报组织早就知影这案件一直拢咧调查当中啦吼，咱继续来看讲，其实安尼看来，其实伊所讲的。真正是逼一个。我小可补充一下吼，就是讲不止干那澳洲啦，德国伫2015年吼，嘛讲中国的留学生吼，去伫遐留学的迄个学生啊吼，都侪拢是中国的迄个代理人，也是讲迄个职业的学生吼，就是咧做一寡情报。啊，尾了英国2016年嘛安尼讲吼，英国最有名迄个情报机关叫做迄个 MI6，啊，甲 MI5，一个内部，一个外部的吼，因嘛是安尼报告，吼，所以讲这拢是讲有一寡迄个真相会当去合理怀疑的吼，啊，但是有一个代志咱一定要知，就是讲这情报伊甲你公布出来吼，一定是有掺一寡伊要保护的迄个资讯，所以咱即摆毋通讲去食着即个内底羹，所有的情报拢是有掺一寡羹伫内底吼，甲你调的吼，无到时候迄个鸡喙变鸭喙，吼，啊上尾啊就是讲中国伊咧因的思考就是安尼啦，就是讲《孙子兵法》讲了最清楚，上兵发武，吼，其次发交吼，其下攻城，吼，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叫做用剑，吼，13篇用剑就是间谍，吼。用间谍就是讲，
去帮赞助中国，还是讲一个国家伊所有的迄个战略，吼，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啊，这间谍有两种，一个是讲直接拍入去，吼，好死检，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参像这个公司安尼，伊是外围的，吼，伊是甲你去负责去来点火，你的这个政权，吼，还是讲内底人民的迄想法的，吼，啊，用这个商业的手段，用人头纸。去影响到，去甲你渗透。其实咱继续来看讲哦，针对这件代志嘛，引起了咱台湾哦，这个政团的这个纷纷扰扰，尤其这个讲2018年选举影响上济，就是这个2018年这个11月25啦，迄天选举大半，迄天进前这个网络头顶的这个对话啦吼，有个人讲吼，这个就是亚钱来影响这个空军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受到升等的是啥，啊受到得利的是啥，咱就来看讲这两个阵营这个回应是啥，咱先来看讲这个赖清德甲这个蔡英文因是安怎讲的。总统蔡英文来新北淡水替立委参选人卢顺利辅选，唔拿参败，佮参加座谈。不过面对选战到达时间，王立强强调暗继续伫团，团出讲总统蔡英文指示国安单位启动去澳洲查证。调查单位还有执法单位都已经开始做必要的调查了哈。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妄加揣测哈，那也不要做政治的操作哈，毕竟它是国家安全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蔡英文佮一再强调讲，中国介入渗透台湾选举是时时刻刻拢有的代志。若是伊的副手赖清德是落难去屏东替当值立委参选人郑嘉彬辅选时阵是呼吁国民党还有对手韩国瑜，唔通佮来替中国辩解。我要奉劝韩国瑜市长跟国民党，不必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一致的是指控他一定是诈欺犯，不必因为个案的这个结果而去否定中国长期以来并吞台湾的事实，以及在中国派驻很多间谍在台湾这样的事实。蔡赖甲全力拼辅选，不过即马所有投互因，不过政党票不一定爱投互民进党的声音，出现分裂投票的危机。蔡英文是对不分区的名单，搁一概挂保证。这张名单代表了有价值面，也有我们的这个专业性，他们也有它的战力是一个很可以支持的名单。蔡英文面对两岸的关系，强调讲采取无抢声、无冒进的态度，坚持守护国家立场甲底线。对选战进入到达时间的阶段，嘛搁来扫政绩牌，希望讲会当互选情变悬，转化做实际票源。记者综合报道。蔡总统来讲，这是牵涉到这个国家安全这个问题哦。伊副手这个赖清德嘛讲哦，呼吁国民党甲这个韩国瑜哦，唔通替中国讲话。但是咧，因为这个王立强这个案件有提供哦，就是讲这个受益者，这个韩国瑜哦有受到这个资金，所以韩国瑜嘛是真动声来回应。咱先来听伊安怎讲。太夸张！凭什么一位26岁的诈欺犯可以影响到台湾的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选举？如果这位自称王先生的26岁的澳洲人，我希望他来台湾说清楚、讲明白，而且我保证，他到台湾一下飞机，我肯定要告他。像这样子捏造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下来？有人讲这是这个绿营吼，咧创空这个国民党啦，敢有影咧？咱请教授，你安尼看吗？以即摆资料来看是无法度做断定是有咧创空无创空啦。但是当然啦，我看按照各种的代志的 timing 啊，那么这时机点加微妙啦。比如说他 提出这个反渗透法的时机啊，那么就有一点很微妙，是刚刚好，这个有这么一个这个时间点想拄好但是而且这是重要一点是安怎啦？就是透过这个反渗透法，伫咧国会伫咧攻防朝野的攻防时阵，等于都把这个总统选举的议题啊 issue 把它给 focus， 把它给锁定在个所谓国安，特别是中共威胁这个议题上面来。那么这样显然啦，就会对民进党较有利。咱先带大家先来看讲这个国版本的这个反渗透法，继续来请教咱的教授。
咱先看到民进党这个部分啊吼，这个反渗透法吼，这个过去这咱讲中国代理人通未过，咱先因先想要冲看卖，这个反渗透法会当通过无啦吼？伊讲吼，这个限制行为啦吼，无去命令着主管的这个机关，优点是啥呢？这个规范的这个范围较缩小啦吼，但是只是这个强化现主时有的这个法条啦吼，较袂引起着这个反弹甲批评。但是讲吼，这个伊敢若是批评是啥啦？伊讲提高这个现主时有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刑责啦吼，无法度面临现主时这个全面渗透这个部分，嘛无法度设这个专职的这个主管机关。啊，台湾基真正版本是啥？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啦吼，啊，因就是爱事先登记，然后爱执行这个介绍啦吼，啊，主管机关是这个法务部，啊，涵盖这个层面哦较宽啦吼，嘛是喺较面对着这个敌对这个势力的全面渗透，但是伊的批评是啥？伊讲登记制就是有就地合法，是毋是有这个渗透组织这个疑虑伫个？啊，时代力量这个版本是讲咧。反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啦吼，嘛是同款注重伫咧先登记执行这个介绍啦吼，主管机关是这个国安局，啊要求代理人组织爱事先登记这个行为吼，事后处罚来并行啦吼。啊，伊讲这批评是讲国安局作为主管机关有权力啦吼来扣权啦吼，但是这个疑虑，但是敌对势力定义较无明确啦吼。登记制有就地合法渗透组织的这个疑虑等等，咱过来看到反渗透法咯，嘛是引起着这个各党的这个争吵的这讨论吼。咱看到民众总召集人吼，这个柯建铭伊是安怎讲？这个拜五就要来议托啦吼，这个进行这代理人的法案无法度通过啦，主要是版本伤济，啊，这个国党团甲民进党党内拢无法度取得这个共识。毋过咧，伊讲反渗透法的这草案版本哦，已经是完整的定稿啊吼。啊，国民党总召集人詹明忠伊就讲，遐尼重要这个法案，行政院无版本，煞无法度交付委员会来审查，来尊重行政机关啊吼，爱听行政单位是安怎讲，无排除要求苏贞昌到这个立法院来报告。啊，亲民党这个总召集人李鸿钧伊讲，遐尼大这个法案爱经过行政院跨部会讨论了后，才会当提出来。无法度由这个立委哦来提出，并且咧，这个境外敌对这个国家安怎去定义哦？美国影响这个部分，敢讲就无做吗？因为咱即摆讲的这个反渗透法哦，尤其是针对着敌对势力啦，啊，这个敌对势力尤其就是指着这个中国。咱搁请林教授。安尼啦，我是讲感觉这个反渗透法的立法啦，有点重叠立法啦。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国家安全法。最近最近才新增订新第2条之一，有这相关的规定啊。是。那么安那阿强要安那给咱渗透哦，各式各样的一个规范规定啊。那么对于讲要阿强要介入我们的选举，我们的公职候选人。选办法嘛，有相关的规定啊。那么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嘛，有相关的规定。我会记你行政院是咧去年12月下，那是有通过一个修正的草案啊。不过，即阵有一个声音，就是讲，这个法律啦吼，虽然有这个刑法，还是讲这个顶的这个选罢法，但是也有这个空旁地啦吼。所以，因为面对着即阵吼，因为过去咱讲这个。强谍案啦吼，较无共的是即阵是这全面渗透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安怎甲这空棚补起来？就是讲说爱有空棚吼，但是呢，空棚爱补就是无毋对，所以说爱大家啊坐来好好啊谈。空棚伫咧倒位？但是呢，我感觉我个人是感觉啦，要掠间谍啊，咱要除了有法律之以外，上重要叫执行。咱的执行机关啊，那么执行个调查局是主要的一个机关啊，那么是咱要是执法。咱的侦查侦办的一个技术啊手段这个问题，我是感觉唔是法律的问题啊。你嘛有相关的技术和相关的一个方法来修正，这是真重的啊。你讲有法律不伫咧遐，啊你无去认真去，或者无迄个技术去执行，那也是无效啦。而且我是感觉即摆咱台湾呐，在这个反间谍这方面吼，有缺点是安怎啦？我较早调查局。调查局是上重要的工作是安怎了？是
政治侦防啊，那么洪基啊、阿强啊对咱台湾的渗透啊，我们以较早就反渗透这个项目是调查个上重要的问题啦。但是呢，因为啊两岸的关系改善了啊，那么这种情形慢慢的少起来，而且是表面上啊。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咱的政府啊，不管是民进党也好啦，国民党也好，咧执政的时阵对调查局的要求，那变成办案啊，那么办其他案件啊，那么调查局嘛是可能较高官们啊，他们也有这种认知的啊，那么要抓强匪啊，阿强啊间谍无遐简单。有影。一年，唔是讲无3年5冬你抓袂着啊。是。啊，大家讲啊，咧饲到这调查饲到这，无啥物讲。无什么表现，无什么贡献，所以调查叫做无重要啊，无重要。所以呢，定定咧电视上演出的案件办真办是上好，侦办就经济犯罪啦，其他贪污迄种当然啊，定有当上电视的办案啊，这个就变成个调查局的主要工作是啦。咱讲到这个渗透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过去咱都头拄讲到这个有陆军、海军、空军啦吼，等下面搁请教咱郭教授啦吼。讲到这个旧年这个地方选举的时阵，其实这个海军哦，海外这个大商哦，用钱来买到这个酒来送给这个选民然后，这个部分你甲咱补充一下。是，这个部分是安尼先吼，我旧年吼，差不多7月左右啦吼，就是讲真清楚的时间，就是端午节吼，5日节过了，吼，我去台东。哦，所以我是咧台东收到吼，这个高雄市东部主委韩国瑜的酒，哦，啉到啦，毋是我收到啦，就是讲我伫原住民遐，甲原住民啉酒，啉完以后，伊甲我讲，伊讲教官，你知影这个酒是谁送的？是韩国瑜送的。尾啊吼，尾啊，伫个选举算啊，尾到差不多10月左右啊，韩国瑜的声势慢慢起来的时阵啊，我就紧甲民进党内底的人讲，我讲恁来注意哦，爱注意高雄市的吼，这个市卖吼会选情哦，这真危险哦，因拢无人要信啦。吼今仔日咧讲韩国瑜吼，我嘛感觉讲真拄好啦。因为25年前今仔日都是伫个台北县，我就是发动罢免韩国瑜，就是今仔日咧投票。所以即马嘛有伫个发动罢免韩国瑜啦，就是1年以后，就是12月25会使搁再正式行入第2阶段啦。所以这个资金的这部分，资金就是安尼啥，就是讲。因台商有一个 quota， 是算下来讲，为中国迄边交命令落来，讲恁伫咧台湾爱退韩国瑜送偌侪物件。所以这嘛是一种这个渗透，一种这个部分啦吼。是，嘿，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林店长啦哈，要请教那个林店长，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一次的这个间谍案了哈。我们说，虽然它有这个部分的真，部分的假，但是这个东西对中国不伤吗？虽然它只是推出好像这个污点证人、瑕疵证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对中国，我们之前也谈论到这个是不是对这个时间点是在这个香港的区选跟台湾的40几天的这个选前，对它可以影响到国际的这个声量。香港的区选当然是加重我们会对大陆一个干预的情况。因为比方我们过去的所谓的选举，不管是区选还是立法会的选举，还是特首的选举，中国大陆都是掌控在他手上。比方他买票，收买一些小区的比方我们最常见的，把名字写在手上通过一些老人家，他可能自己都不清不楚，派人推那个老人家去投票，他不懂投票啊，帮他写在手上，
去到里面，对，等于是通过一些不合法的那个手段，买很多票，然后这个我们香港也见怪不怪啊，因为我们去举报他，不会处理的。那香港共谍，就你的观察多吗？其实很普遍的，因为如果不普遍的话，不可能会把李波带走吧。最糟糕就是带走以后还没有处理。比方我们书店有4个人有一个在香港失踪，我们3个在大陆失踪。你去报案，警察是不处理的，没人理啊。那怎么办？那其实等于是警察也帮中国大陆做事的，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他后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操作？比方大概2、3年前有人估计，香港其实已经有超过40万的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在香港。40万，超过40万，已经有数的。比方现在香港有700多万香港人口，有100万是从大陆过来。所以咱头都有讲到了哈，这个王立强这个案件，那你搞不清楚他背景是什么样，所以你说影响很大，非常大。所以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有一个叫把一些原有的香港人排出去，就把一些中国大陆的。